你嚿電池咧，而家電池唔得嘅，你一方都唔得。揸車睇，我之前揸車攞個電池都係用自己搭隻攞個其他嘅電池搭隻。呢個鎖匙攞去後邊。揸車睇睇。充緊電啊！OK，唔係後邊。個電池比普通啲電池稍微大啲，個元素高啲嚟用。有電㗎嘛？有都唔多啊，唔支持碳尾嘅，一個30幾元嘅，30幾元個起動馬達把佢支，佢有個元，而家佢個元素碳尾嘅，佢一個12元啫，12元嚟嘅啫。一個起動呢種起動馬達36，我而家充咗一個電，攞個電可以起動佢。我等你搞隻嘅，隻嘅啫。不過條鎖匙你睇得唔得？數據啊，如果唔得，你攞條舊鎖匙揼緊出啲。我諗嘅係直接起油缸，7個化氣出去洗。唔係洗都唔得，你係洗陣咗之後，連個化氣裝翻去啦，然後好似調化氣。佢一個專係攞嚟調化氣㗎，調化氣你必須要個降壓表，你冇降壓表你調唔到，因為一個化氣大，一個化氣細，佢需要講要4個缸平衡，即係保持4個缸嘅燃燒質都係相同。即係如果用專業實驗講，你如果稍微個缸嘅燃燒值高啲，一個缸嘅燃燒值低啲，你變咗一個缸拖一個缸，旁邊一個燃燒值低，咪變一個大拖個細，個會出現爆震。窒油係講口啊！呢機械最嚴重嘅問題，所以一個係最重要呢個就係降壓表。